动车来做事。亲爱的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你终于来台东找我了哈！太远了，真的，如何搭火车舒服吗？其实蛮舒服的哎，然后就一直在睡觉，是不是？对啊你睡觉太可惜了。我跟你说，沿路过来就太多美景了，很早就出门了。好了，那我跟你说，今天呢，你来呢，我一定会带你去很多好玩的地方。但是我觉得你就坐这么久的火车，一定要喝一下饮料，吃一点点心，这么贴心都安排好，一定要。而且这杯饮料的名字非常的好听，叫什么？心想事成。这么棒，这么吉祥。是啊，一定要的。你先喝一口，知道里面有什么吗？喝得出来吗？有点淡淡的橙汁的味道。没错，有点微酸，然后又不是太甜。今天我要带你去呢非常好玩又棒的地方，可以看到美景，又可以体验一些不一样的工作。你刚刚那个你刚刚这个挑眉，工作不太对。No， 很对，你一定会永生难忘。好吧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快点！这里是哪啦？哎呀，我带你来一定是看好东西，而且看了有猫脚啊，是整只猫哎。对，你看，这就是神喵报道。神喵报道，对，那个稻呢，就是稻田的稻，稻子的稻。所以你现在是说，现在我看到的这些不同颜色的都是稻子？没错，而且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，就是你看，可以找出这么多不同颜色跟品种的稻子，然后这样种上去，插上去，就是真的就是这个很厉害的技术哎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它是缅因猫。很帅气，有哎，是不是？就是它那个毛脸的那个轮廓都蓬起来。对，因为缅因猫的脸就是比较有霸气，就是非常的威。而且这个整片呢，其实是结合了农业、艺术、科技跟观光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哇，现在已经把农业做到这个程度了。没错。那你站在这边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空气很好，还有呢？然后视野很开阔，反正就是跟台北完全不一样。心情呢？心情很好，是不是？就是很放松。对啊，就整个节奏会，你就会很不自觉的会慢下来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搬来台东的原因，最大的原因。那你有觉得搬来这里之后，整个的生活步调是不一样的？是啊，就是变慢很多，然后也懂得如何去跟大自然就是一起共处相处。哦，我要带你去体验一个田园的生活。田园生活，非常的甜 ，very sweet。是下田了吗？哦，先卖个关子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超漂亮美的，那个蜻蜓，要帮你跟蜻蜓拍。我不要，是不是很美？然后我觉得他们超厉害的啊，我觉得他们这个制作的或者是这种科技类的，对，厉害。所以我很想整个就是放轻松啊，这边大喊说太美了，就是很想在这边大喊啦。你看都没有人，然后都是山。狗叫了，狗叫了吗？真的吗？我没有听狗叫，就觉得就是一定要就是可以在这边好好心旷神怡。对，心旷神怡。然后你看，就是你怎么看都觉得有山，然后有稻田。然后就空气非常的好，还有很多颜色，就觉得看完就是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第一站，赶快搬来吧。
周信山，哎，你好，蒋生万，你好，你好，文养文养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我带了我的朋友齐玉。你好，你好，文养。今天罗先生要带我们采高丽菜，玻璃车哈，高丽菜，玻璃菜，玻璃菜，嘿，文养来到来，咩讲做讲错人，按多错。因为外底了没有农药啊，没有农药，没有杀草剂，个虫的吼，免用捉的啦，来捉虫嘛。哦，捉虫，抓虫，嘿，我可以。要有虫的嘛，有没？哦，直接抓，然后直接吃，直接吃。我都把它丢掉了，抓虫把它丢掉，就丢后面丢。杀生啊，杀生 ！Oh my god！ 刚刚我看到把捏爆了！俺种按多菜，我种那么多菜。第一次看人把虫捏死。俺菜没有卖，没有卖的，没有卖，都自己吃。不是自己吃，社区每天要供餐，有一群老人家、长者啊都有，每天都来，然后我们就供应。啊，有虫，我看到虫了。黑毛哦，好肥哦，换你。我刚刚抓了一只。按姜哦，按太梅哦，来捉起来。捉起来。手在抖。抓起来，捉起来。捉起来。哦。这虫的清多蛋白质。哦，那你刚刚应该吃掉啊，沙西米。吃掉你会印来印姜哎。印姜。越来越漂亮。哦，越来越印姜。回来。你太粒较好吃。哦，大颗的比较好吃。慢油炸，我左撇子，你看我，左撇子不行，叫右撇子，啊，那就你了，那我来啊，我来。我一个动作，你一个动作。好，左手压，把它按下去，按落去，轻下去，倒对了好按嘞，好，用力。用锯的锯的，哎，对，生意哦，我，你会使袂？你会使袂？台语对，因为这需要用力。哇，会不会锯，然后我们只剩半颗啊？不会。哎，哪一个？有着落了。耶！要不要毛爱扎进去？哦，这个不要，毛爱不要。这个还有虫你看。哦，有虫的，保证没农药的。啊，有虫就是没有农药。好，那这颗交给你。卢大哥，我想要再拔一个。做得啦。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拔？来教你。好，用扭的啦。扭转的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听下去。哎，真的可以耶！比哥的好方便快哈，拿起来，直接拿起来，绑起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我的脚上有什么？没有虫哦，瓢虫，幸运，好幸运的小瓢虫，我要带回家。夹链袋中，夹链袋。按呢，玻璃再扎好嘞，下边含有菜头、萝卜嘞。萝卜的，我想想是萝卜吗？哎，萝卜。哎，有看到吗？我看到嘞，好大哦！天哪，我就是要它。这也太大了吧？对呀，其他你怎么拔？罗大哥，按太条哈，用级数。按你那么，按你哦，这样拔是真的是这样拔，将你绑不起来，像抱大腿一样，摇一摇，让它的土松是，哎，也太简单了吧！按枪哦，按枪哦，厉害是不是的意思？按厉害，按厉害。按枪很强，按枪就很厉害，按枪就按枪。那我们今天就这个不要，就把它宰掉。好啊，好，这有刺，对，哎，真的，我发现它们有刺，哎，
哦，哎呦，真的很厉害，果然是，果然是高手专业的高手。耶，今天耶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今天是不是非常你有会帮忙用技术，看起来埋得很深啊。用技术？用技术用2只手，用2只手。有，还好哎。哇，这好像人参哦，这好像一个人参，厉害哦，好可爱哦，是一个人形哎，对，人形人腿交叉，没错，美腿，这怎么直接转掉吗？可以。可是你想要小心，因为它有刺。走的，走的，轻轻的，你转掉。哇，那罗大哥有没有葱？有，就解放。哎，韩国里绑葱哎。哦，走过去就可以了。韩国里。哇，罗大哥，你的葱怎么都那么肥，而且好粗哦。有吗？每一根都是，你看比我的手指还粗哎，超饱满的。那罗大哥，我要怎么拔葱？葱哦，你不可以整颗拔掉，一定要留1颗2颗，给它一直录。一直繁殖这样子。是。左手压住，不要拔的，左手压这边。哦，左手在这边。要2个，不是，左手压这里，左手。哦，左手这边。右手拔这个，对。哦，那我拔2颗拔哦。2颗一拔。好，我可以吗？走的。哦，好漂亮哦，很香哦。很香哦。你不要抢我的，你自己拔你的。你会绑吗？对啊，你会吗？我会，我刚刚看到了。左手压着，不要的。看你右手拔，左手拔都可以。走的。啊，这个拔这个。好，慢慢拔。慢慢拔哦。左手压着。起来了。我这颗也很漂亮哎。你这个超粗的。哦，这个要拔掉。哦，把根拔掉。把根拔掉。哦。这会不会太近？这会不会太近？可以的。那这里呢？随便都可以。随便是不是？随便好。那我就插一个爱心哦。对。还对呀。再走一步过来嘛。一步过来。对。你小心哦。我也补一下好了。动吃，快做事。如何啊？目前我帮你安排的行程有点特别，哪里特别？没有采过高丽菜啊，我也没采过，我第一次采过啊。拔萝卜我也是第一次，你也是第一次吧？对啊。拔葱呢？葱啊。哇，真的是很漂亮，你不觉得这现在看到风景吗？你看有燕子，应该是燕子吧？对。你看它飞多美。这边其实生态非常好，对，生态非常好，因为水质好啊，对啊，然后空气又好，然后你看，就是有山，然后你看那个花，这叫什么？花东粽子，对，然后你不觉得很像一幅画吗？是啊，你看这边的颜色也是啊，虽然现在云有点多，对，可是这个绿就很漂亮，对，就是可以凸显它的绿，对啊，层次不一样，非常不一样，然后味道用力吸。是不是没有台北味？就是很舒服的空气，分多金。然后你有没有看到？现在看到什么？稻。最有名的是什么？关山米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干嘛？吃饭。插秧啦！要先插秧才有米，然后才有饭，哪有那么快的？走，跟着我去插秧。你确定？一定要啊，就是要体验啊！有要体验这么深入是不是？当然要，然后赶快搬来跟我住，快点。快点，真的啦！你今天采完菜，妈，我今天不回家了。然后家要体验插秧，你之后就一定可以搬来台东跟我一起住的。Hello， 永头泰哥。有。你好，杨桃大哥。杨桃大哥。对，为什么会这样杨桃？绰号。你喜欢吃杨桃吗？还好啦。还好。那为什么要叫杨桃啊？好啦，今天就是要麻烦杨桃大哥来教我们如何插秧，来体验一下插秧的这个有趣的，对我们来讲是蛮有趣的，新鲜的，对，新鲜，因为我们是台北鸡。来吧，给娜。对啦，所以我们想要体验一下。好。插秧，平时插秧就是要用这个插秧车。对。客家话怎么说？
七剪机，七剪机，语念对吗？对，七剪机，客家然后插秧怎么讲？七剪，七剪。哦，所以我们要上去七剪机七眼，体验啦。体验。好啊好啊，那现在就麻烦杨桃大哥带我们去体验一下。好，可以放哦，可以放哦。对那个线，对这个线哈。对那个。这个对线，好转弯，转过来。秧对这个线吗？对，我回来变正的就下降，对不对？对。要放好哦，这样要放好，好，这样不行，再拿上来，拿上来，这没有。没有对到它的那个。哦，好，我过来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吗？这个不要。好，这样就浪费了。你偏掉了吧？哦。要转弯吗？要先上升，上。还有一边要放吗？哦，要，没有秧的，没有秧就要放。没有秧的就要放。哎呀，好玩吗？蛮好玩的。所以等一下一样要先上升吗？好，转。等一下，我不要跟你讲了。什么东西？过来。油门放掉。对。好，车子熄火。好，结束了耶！谢谢。好棒哦！High five！我的腰好酸哦。我应该要坐这个位置的。这个很好玩。这很好玩吗？就我看你开车越开越有心得哎，你就直接开回台北吧。我也觉得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体验补秧？补秧。对。补秧客语怎么说？不无跳。不无跳。哎。哦，我们现在去不无跳。对。嘿，杨桃大哥，那我们现在是要怎么擦？教我们一些小技巧。那你就比如这个嘛哈，你就慢慢的放下去。哦，放下去就好。放下一点点泥土进去一点点。哦。这样这会不会太近？这会不会太近？可以了。那这里呢？随便都可以。随便是不是？随便好。那我就插一个爱心哦。对。才对呀。随便你。哎，好好玩哦。但我这样会不会毁了？对啊，大哥的田。不会。这边已经浮起来耶，就放进去就好了。哦，你真的很 chill 哎，很随便哎。再走一步过来嘛。一步过来。对，你小心哦。对。会。哎，补秧，我们现在正在补秧。可以的。这里。对。然后，哦，这个啊很能 Q 呢，不然会过不来。好，我也补一下好了。那边好了。放哪里？哪里？这边亮亮的。亮哦，这边。对呀。这边大哥，他每一株的间距要8寸。8寸哦。哎，8×3，24公分哦。对。人工插秧跟机器它是有规格的嘛。哦，所以以前都没有机器的时候，你们都是人工插。对。哇，那你们一天这样可以要插多久？一个人哦，差不多。插不完一排吧？插不完一排。1分地差不多吧。1分啊，从早上到晚上。对啊。哦，现在有机器就方便多了，对不对？只要需要补就好了。哦，真的很辛苦哎，我应该带我女儿来看的，她这样就不会浪费米，就好好吃，对不对？对，就真的是很辛苦哎，不容易。杨桃大哥，为什么关山米这么厉害，然后这么有名？
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水质好嘛，对不对？天时地利啊，哦，对不对？要加上你们的努力。对，那我们补完之后，我们是不是要去那个米国学校？要去干嘛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我们现在先帮姚桃大哥，就是先补好，好的再补几株，然后我们就去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就交给我们喽。对，好继续麻烦努力。你们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不会。刚刚插完药，我们下来认识米校长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到米国学校。很多人吃了一辈子米饭哈，粗糠米糠傻傻分不清啊。哦，我分得清楚，真的才怪。没有关系，今天会讲哈，恭哈，学会了米的那个客家话，你就可以带米回家。真的吗？啊，很多人吃了一辈子米饭，从来没有去想过米怎么来的。对，所以很担心未来的孩子哦。不过米是从超市来的啊，那农业就完蛋了。超市会长米。是啊，这边就是米早期的碾米工厂。是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对照这个机器，我们这边呢，这是一个碾米的设备。从1号斗升机那边放到储存桶，然后经过2号斗升机呢，再升上去呢，会把石头啦，还有那个壳呢剥掉。稻谷哦，很好记，稻谷嘛，那种穀。哦，我记这个它就叫。我前面都忘记了。哦，那这个穀呢，就经过我们这个机器呢，会把它的石头挑掉，把它的壳剥掉，那你就会拿到这个糙米了。糙米。哎，糙米。这个我背。对。我没有，你背穀跟前面2个。那这个糙米就可以吃了。糙米，而且它非常营养，对，它有胚芽啦，还有总皮肤粉层，很多的纤维，很多的维生素 B 群，所以糙米轻营养啊，营养，很营养。对，接下来呢，稻子它没有办法一颗一颗去采收嘛，是，所以有时候会把没有熟的也采下来，就是这个就挑出来，还来不及长大的米或者半路夭折的米，挑出来呢叫做血米。血米，它这客家话叫细米耶。细米哦，那大家都知道糙米很营养，对不对？是，不是那么多人喜欢吃，因为它比较粗糙。对。那其实我们的设备会把它磨薄一点，就是这是磨。有没有发现这个比较好吃？对，这看起来也比较干净，比较细。它就是把这个比较粗的纤维，再经过精密的研磨，把它磨薄一点，让它把这个胚芽还可以保留住。糙米，但这个到这个阶段已经有人在吃，对，现在市场上有啊。这个就是早期机器设备没有那么精密的时候，你吃的就是这个。那现在因为机器设备更精密了，它可以把这个表皮磨掉，磨到还可以包得住胚芽。因为如果你要吃好吃的白米的话，需要再深度的研磨，把这个表面这黄色的纤维都磨掉，所以才会变成白米。对，但是原来米是这样的，白米是这样来的。你会发现磨到变白米的时候，它就少了一个角落。那个角落就是胚芽的位置。但是如果要吃白米的话，胚芽就掉了。那掉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把这个保护层也磨掉了。对。我已经忘记前面了，记得了。拿刀的人说话算数。对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非常棒，可以，很棒，可以吗？大厨100分，好，你俩就负责炒好了。不要整道就是我在做，一直出张嘴。那等下我那一道也来，给情绪价值的重点就是这个。好啦，好棒哦！谢谢你，好厉害。对，但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切菜。懂吃，快做事。但是米呢，因为它不是圆的啊，它在磨的过程它有压力啊，有角度，所以米有时候会被挤碎掉。你看这破碎的米有没有？它是不是碎掉了？对，这碎掉了。这跟完整的米粒是不是大小不一样？所以它这个缺的角就是胚芽。对，胚芽的家了。那这个破碎的米，我们会把它分离。那现在这个叫做碎米。碎米，那客家话
水米，水米，炊米哎。哦，水米。好，那这个呢就用电脑挑出来的，因为电脑田间管理难免有一些虫害啦，或者被石头啊或者一些杂质啦什么，对那我们会用电脑一颗一颗把它挑出来。哦，电脑挑出来现在电脑不只可以挑花生，当然呢，也可以挑很早就用米电脑挑了，是。哇哦，也这个就是白米了，我们的胖米，就是胖米。汤米啊，糙米叫糙米，糙米大概是哦，所以等下会出的问题是这两个嘛？汤米跟那我现在直接回答，对糙米、白米，不然我忘记了。直接找出3种你讲得出来的，我们就算通过了。哦，好，西米啊，西米，西米，对，糙米，西米在哪里？糙米，糙米在哪里？糙米，糙米，这里糙米，八米，白色叫帕。好，我讲了3个了，谢谢小张。好，我们继续做米了。OK。对。我们米国学校呢要推3个概念，尊重土地，尊敬农夫，不浪费食物，所以对你的食物你要真的很尊敬它，所以等一下请你呢，用你诚恳的心告诉我们的机器，关山米好好吃，或者我爱关山米，然后呢拥抱它一下，对，你看刚才我在想麦当劳的，好，等一下你要用客语哦，会吗？校长，请教我们。爱爱关山米，爱爱关山米，哎 ，OK 吗？爱爱关山米，爱爱关山米，爱爱关山米。好来 ，OK， 我先来。你赶快默念。对，一人一个罐子。谢谢。记得放多2句哦。好。哦，酷哎。好，拿一个盖子。好，我先。要割。哦，这是一个，好。好。等一下哦。直接踩对不对？对。爱管。好了，我先爆喽。不是爆那里。啊，爆哪里？爆哪里？哦，报错了。爱管山米。哦，他表示他没有杂念。对啊。等一下，如果你还在想牛排，你可能就不会出来。太好了。我想一下，我来帮他穿衣服。请问奇遇小姐，您今天要做的是什么菜呢？超懒人料理哦，太适合我了。今天也要做高丽菜饭。高丽菜饭，对，那有什么材料吗？高丽菜啊，高丽菜，对，我们今天采的高丽菜，米呀，对，米国学校的米，对，关山米，然后肉丝，还有就是香菇、红萝卜，还有我们今天拔的葱，肥嫩的葱，对，好，那我是2厨嘛，是的，那我要怎么帮你呢？最难的就给你了。好，最难的吗？好，那我就打开保鲜膜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把它切丝，我还想说滚边呢，你要多少？大概多少？我觉得你把这一半，因为你还会切断呢，不会那么长啊。对啊，我就先切片嘛。对，我的那个什么切工，其实大家看就有点生疏哦，就是觉得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切的原因了吗？因为我可能比你还差。真的吗？我这样可以吗？那可以的。那你为什么想要做这道菜？除了它是懒人料理哦，因为呢，我爸爸是上海人。哦，上海其实有听过说上海菜有一道是蛮有名，是高丽菜饭这样。哦，真的吗？但其实呢，我们家没有做过这道菜，因为我常都住外面嘛。你们家没有做过这道菜，还是你自己没有做过这道菜？没有，我妈妈没有做过这道菜，因为她不是上海人。对，然后你爸也不会要求她做。不会，我爸有的吃就好。啊，你爸真的很好养，很好养哎，所以你爸就是你们在家是妈妈说的算，基本上是啊。哦，上海男人有个好处就是很体贴，哎，对耶，好像都是这样哎，他不太会去反驳什么。哎，没错，好像都是上海，但可能不敢讲吧。这样算可以，可以吗？完美，真的吗？对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，要给足你情绪价值。哦，真的，谢谢你，真的很好哎。像在家，我老公喜欢下厨嘛，但他不喜欢备料。因为备料很烦，我不会觉得烦，我觉得备料是一件非常，所以我是不是派给你正确的工作疗愈的事情？因为毕竟在家，就是我在备料的时候，我就是默默的，就很享受放音乐，
好，就是也太臭了吧？一定要的啊，尤其是在台东，可以了吗？这样够了吗？那其他你等下啃一下。等下就大家那还有分掉呢？还有，我还要切什么吗？香菇切丝，不是切丝，跟它一样，切条，切条。那我水要把它，水要留着。你等一下要用要用香菇水，对不对？对，梗可以切掉啊，可以切掉。还是你喜欢吃梗？其实梗我有时候也会留着啦。不要浪费啊。好，对，都能吃的就是拿刀的人说话算数。对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非常可以吗棒，可以，很棒可以吗？大厨， ，100分。好你俩就负责炒好了。不要不整道就是我在做，一直出张嘴。那等下我那道也来，给情绪价值的重点就是这个。好啦，很好棒哦！哦，谢谢你，好厉害。对，但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切菜，也是第一次哎。哎酷哎，对啊你把很多第一次都给我，我也把很多第一次都给你，哎，哦，对耶，是不是？你看今天这个也是我第一次上节目。上节目对不对？对那我差不多可以起油锅了好。那这个我就先放这边，这对啊太硬了，我就先放一边，这样。好，火力蛮强的哦。真的，因为卡式卤啊。对啊，我先放。那这个全部要切吗？不用哎，我觉得这样可以吗，因为我只要葱花就好了。葱花是所以你只要绿绿的地方，哦，这叫葱花。就是通常葱花会用葱白。哦，这叫葱白。对，这个等一下会最后做好之后会撒在饭上。哦，所以我要切葱花。对，一些就好，不用太多。 ，OK，好。好，我要炒了。肉丝啊，可以先腌过，就是用酱油、盐巴跟白胡椒简单腌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，好，方便。那一定要肉丝吗？我可以改什么鸡？可以啊鸡肉也可以，以啊牛肉也可以，羊肉也可以，那就不是上海菜了。你赶快切。这样够吗10万个为什么？这样够吗？我好奇宝宝啊，可以了，我觉得可以了。这样可以了吗？好，谢谢丽菲姐姐。不客气。那我要问你，什么？你喜欢吃软一点的高丽菜，还是脆一点的高丽菜？那我想问的是，要脆，就是上海的我全下，因为多。好。然后我的意思是，就是吃这道上海菜是要脆的还是软的比较道地？我真的没有吃过道地的。哦。我闻一下，是不是挺香？嗯，你有腌过的，就是对，香的。香味。对啊，就是陆续可以把肉丝炒完，就可以把红萝卜加进去炒软。哎，为什么香菇不是先炒啊，让它的香味比较容易进去？我其实蛮随性的，哦反正我就是把看到的东西通通丢进去就对了。 OK，我没有什么逻辑逻辑可言。其实我觉得做饭这种事情也没有开心就好。对，没有一套逻辑，就是没有自己喜欢那个味道。，对啊，我觉得是对啊，对，然后炒一炒，然后有香味。高丽菜吗？全下吗？你要炒吗？还是不要炒？给你选。那猜拳，我不炒，你炒，先炒。这样说不，好，不炒，不炒 OK 好。就是这么随性。对，反正就是开心啊。对，我觉得大家一起好朋友一起做饭就是要开心，我对是。觉得是这样。然后再加香菇进那个香菇的水，泡过的水。那底下有点渣渣就不要了。哦，不吃太咸嘛哈。对，但是还是要有味道了。你有香菇味啊。对，可以，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然后煮饭，煮饭，对就米已经洗过了，对，倒进去。这里是2杯米。好。然后呢，水呢，2杯水。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很贴心哎，它这是2杯水的量哎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完全对啊，我觉得很校长真的设计非常好，很贴心，因为我就是那种这很适，你是渔夫是不是？鱼脑哦，我永远不记得里面要加多少水。那我跟你说，这个非常适合带去哪里？露营，真的。你们家超适合，我们家很适合。对，你家最常露营了。高丽菜要铺在上面。对，要铺在上面。要铺，要用碎一点吗？可以啊，我都会用碎碎的，很碎嘛。就盖过它。哦，你也可以一起手工。哦，好。然后如果高丽菜是生的时候下去的时候，水可以少一点，因为它会出水。对，内锅的水可以少1咪咪。想要吃烂一点，就是一样照常。全都下吗？太多了不行，不行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因为等下拌一拌，其实应该就很丰富了。好。
啊，当然也有人会先把炒的料铺在饭上，就我觉得顺序就看自己的喜欢，可以吗？因为水比较多，我就不会再把水加进去，或者是等一下快好的时候，再淋上去。我决定把这道学起来，超快的，对，又快，然后又有肉，又有蔬菜，又有饭。好，我可以习惯了。好嘞。里面加外锅加了1杯水就可以开始蒸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等。对，然后等它跳起来拌一拌，我们就可以放上我们的葱花。哦，新鲜的葱花，无毒的。对，没错。耶，期待。换你了，换我是，换你当二厨。好，我那时候医生跟我说，就是大肠癌第1期，我超冷静的。你开刀的那一天，我整个人就是傻眼到不行哎。怎么说？医生说大概要3、4个小时。然后呢，我就在楼下等，然后突然医生就说，家属赶快到手术室门口。我就看到一个穿手术服的人站在那个柜台旁边。然后我一走过去 ，surprise， 表示什么？我没有想要看人力配大肠。懂吃懂吃，快做事。现在换你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现在换你当我的二厨。那我今天要做的呢，就是也是懒人料理，因为我觉得当妈妈之后，我觉得什么都要快，所以我就是想到这道菜，就是蔬菜鸡汤。哦。听起来非常的健康，而且我用的是当地台东的土鸡肉，姜跟蒜还有葱是要去那个鸡的腥味，但基本上应该还好，但是我觉得要放，所以你姜要先切吧？对啊，你帮我切片，好，我只要片就好了。我其实要先爆香因为它有鸡皮，我想要煸鸡油，这样就会更香。这个头切掉，哇哦。5片半，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谢谢。然后白萝卜再帮我切一点，那换把刀吧，不然会染味道。不用。你要切什么？切块，但是不要太厚，不然我要炖很久。停住，不知道怎么做，是不是？什么指令？这指令很简单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这样 OK，very good，excellent。那就滚到底喽。对。哦，太好了，我已经听到嘶的声音。你跟你老公怎么认识的？你为什么要问我？你本来就知道。忘了？你忘了？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们已经要分手吗？生小孩了没有啦？我们是从OK， 我们是拍客台的戏，就明天一起去乐园，然后我们是男女主角。刚开始他是其实蛮不喜欢我的，因为他觉得我很不敬业，然后再加上其实他好了耶，哎呦。很快，好，你继续讲。好，那因为我是新加坡人嘛，所以在新加坡我们不是用注音，我们是汉语拼音，所以其实用汉语拼音来拼出客语的那个发音是非常的不标准，其实注音是最准的。所以我就其实在学客语这一方面就已经很吃力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是可能在现场会常常 NG， 因为我们会有那个语言指导老师在旁边监听嘛，对，帮我们调我们的发音什么，我就常常 NG。那我先生是一个他希望什么都快的，他就是个非常有速度要有，对，速度要有，然后不能耽误到他的时间，所以他就其实会觉得说我这个演员非常的不用功，为什么他做得到我却做不到？所以他就对这一点非常的不能够理解。然后我其实，在现场是很怕他的，因为我每次看到他就说汉哥早，然后就是一副这种早，而且他不讲话，脸很对，就很臭。然后那时候就跟我那时候带我的戏剧的经纪人说怎么办？我觉得这样就是汉哥好像有点不喜欢我。然后后来呢，直到我们拍了一场戏，他才对我改观。因为那场戏就是我们吵架，对，然后他要拉我到那个浴室里面，然后用那个莲蓬头砸我，这么狠？对，很狠。然后我又在里面爆哭，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说，哇，我怎么没有跟导演说，好辛苦哦。所以那时候，对，所以他那时候觉得说，其实我是很敬业的演员。
然后就有一次我们就拍快杀青的一场戏，那时候我们是在外景，他那个时候我们在休息的时候，他就把我叫到一边，我就很歘，就我以为他要骂我，他就后来就很温柔的跟我聊说，温柔吗？是蛮温柔的，就说你就是在客语这方面你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客气的问，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？好，我需要你帮我，就是把那个蒜，对，拍一拍。然后那时候就跟我聊完之后，他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不是说我不用功，是我已经用了很多方法，但是我还是做不到。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爱上我了。就这么迅速吗？没有啦，就是当然我们还有聊别的，就是感情观啊、家庭观啊，就是各种想法。然后他就觉得说，其实我是一个还蛮好相处的，他就开始就是热烈的追求。我要直接倒进去吗？可以倒进去，对，谢谢。热烈的追求。他展开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追求？你现在是娇羞的笑哎，没有，我在回想。我们第一次约会呢，他说去喝咖啡，然后呢，我就以为他会开车来接我，结果他是骑了重机，然后我就全程抱着他，因为第一次约会是不是？然后他的那个位置又是有点高，然后我又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抱他，就是这样子抱。好，我现在要加葱段，好，加进去也炒一下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我已经煸好，煸香是煸香吗？叫煸炒已经炒好了，有没有闻到香味？有，我一直在看它。对，然后最后我才上麻油，因为麻油炒久了它会变苦，对，所以我就最后再上一点，对，看感觉，看你要多少，我不要太油，我就少放一点，然后就用它的余温再炒一下。这是个 pebble 哎，对，因为如果一直炒它就苦掉了。没错，就大概是这样。好，不用扶吗？不用扶，因为它有重量，对，小心，安全第一。怕喷到你？不会，我很远。然后呢，再放进你要放的白萝卜。红萝卜、白萝卜放进去，这个对，白萝卜。对，我其实觉得量可以了，可以吗？因为有点太满了，我怕两个先 U B 好了。你还要放青菜？哎，对哦，我要放高丽菜重头戏。但我真的说老实话，我以前是不婚主义者，好像可以嘞。对，然后我也没有一定要小孩，然后可是我就跟他聊完之后说，那你是不是想要小孩？说如果是我们两个自己的，就 OK 这样。然后我说好，那我们就只生一个，然后就这样就结婚了，就结婚了。高丽菜你就全下吧。好，我就全下，反正你要放到这个锅子煮。没错，那你帮我把那个锅子先撤到旁边。因为我真的认识到汉哥是在月子中心，你们没有生小孩前，对，因为你要帮我们接很多业配啊，还要安排你们的月子中心，对，月子中心那时候就陪着你们到处看嘛，对。然后那时候你对汉哥的印象是什么？我觉得他很温柔，那时候。现在呢？可以消逼。好，我现在就开火。我会开大火，先让它滚完之后，我再转小火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，他很细心，他比我还细心。对，而且月子中心我们看了好几间，他是每一家都跟着去。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很有耐心的。他是好男人，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，对，然后很顾家的一个男人。对，丽菲，你现在粉红泡泡有点多，很多吗？看得到吗？满脸都是。那他知道你生病的时候他的反应？我其实是一个很淡定。我那时候医生跟我说，就是大肠癌第1期，我超冷静的。要回家跟张翰说的时候，他其实有愣了一下。但他跟我说，可以想象得出来他的表情，对他其实整个背都是湿的，但是他就这样抱抱我说，哎，没事这样。
对，从头到尾最不冷静的人都是我。对，都是我身边的朋友哎。他说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然后说还好啊，第一期 OK 的啊。对，尤其是你开刀的那一天，我整个人就是傻眼到不行哎。怎么说？因为你进去大概医生说大概要3、4个小时，然后呢，我就在楼下等，还有你的一个好朋友，然后突然医生就说，家属赶快到手术室门口，然后我想，其实没事不会叫你到手术室门口哎，你们会担心？对，我就看一个穿手术服的人站在那个柜台旁边，然后我一走过去 ，surprise。然后是什么？我没有想要看林立佩大肠，那一盘大肠躺在，然后我就说这个是，就是切下来那个不好的组织啊，就是他用组织代替了这件事，然后他就开始比划上面不好的地方，然后他就说，这一块会拿去化验，看有没有后续需要治疗。对，然后我就一直看着那一盘，然后你朋友就推我，你要不要拍照啊？拍照。我要先说，因为那天张翰没有上台北，因为我是到台北去开刀，他没有上来是因为我叫他不要上来的。我觉得这件事情你真的很荒谬，对，大家都觉得很荒谬，而且让他背了一个很大的黑锅。我其实心里面有一点觉得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，结果他隔天就马上上来，对，因为是我叫他不要来的，然后他也很可爱，我叫他不要来，他就真的不要来。大致上就是这样，就整个过程就是蛮荒谬，但我又觉得是一个好的结果。是啊，因为我觉得至少大家都在，家人朋友都在身边，对，然后也平平安安的结束了。没错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等这锅汤好，然后我们大家就可以吃饭。高丽菜饭也差不多好了。耶。吃饭喽！哇，我们来试试看对方的餐点。对，我先吃你的饭。这一坨的。果然如何？关山米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哈，就是 QQ 的。很好吃哎，味道还可以吗？很可以。回去可以做，可以做。今天我们自己采的高丽菜，而且无毒的，挺好的，很好吃。你以后去接小孩就可以电锅按下去，对，我就会做得到。试试看我的你的爱心蔬菜鸡汤，感觉这个青菜，会让这个汤很甜。对，因为里面有萝卜，白萝卜跟红萝卜，就会让汤很甜。可以吗？很舒服哎，很舒服，多舒服，很温暖吗？身心舒畅的。我觉得今天的体验我真的很喜欢哎，你喜欢吗？是不是让你更了解关山跟台东？就是我们去，我没有想过来台东可以做这么多事，一天内就可以让你做这么多事，对不对？很忙哎，其实台东人很忙哎，很忙。我跟你说，大家都觉得我在台东很闲。大家都以为我在台东很闲，就每天就是很 chill 的坐在院子，然后看山看海。其实没有，我很忙。所以其实，在台东时间很多，只看你要怎么运用它。对，那包括你看今天这些农民也是啊，他每天要去照顾这些菜园，然后要去施肥啊，我觉得就是也是要很认真的过生活。没错，我觉得讲这句话很容易，但是要做真的很难做到。就是好好吃，好好睡觉，好好生活。对，所以这句话也是我要送给你的，我也送给你，我们都要加油。对，就是身心灵都要健康。没错，尤其是经过这一整年的，从去年到今年，没错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没错，所以祝福你。谢谢你今天带我来台东，不客气，我很开心你今天可以跟我一起，真的，一起在台东可以找房子了，可以找房子哦，真的哈，可以来打工找房子了，就这么决定 ，yes， 结束，任务达成是不是？对，任务达成。
天空嘅色很係暗牆，畫一頭天空，希望一條大愛做每間，海面嘅風很係暗強，調為快樂從容，歡喜做愛嘅湖畔。你们都好吗？